早安，大家早安。对，这个麦克风哈，还是要我们换一下，要吗？可以吗？是无电。跟洗包灯。好，因为我只能说 Henry 你电力太强啊，没有，我们麦克风被你搞到就是哇要爆了，他太开心了。大家太热情。好，那我先用我这支还是用那一支？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哇，大家赶快到台前来。终于恢复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徐福凯。Harry，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长庆嘉年华，对不对？我都是经过专柜。你都是经过专柜，对，陪我姐姐或是妈妈啊，然后去选购这样子，是，然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总公司，然后就来参，这个腹地也太大了吧？真的，是，而且我们这是1年1度，很多北部的朋友、南部的朋友都会来，因为就是要一次把1年份的买齐，是不是？内裤啊，刚刚彩华姐有说，赶快叫我拿 DM 哦，是因为上一次她好像是她有来，对，然后呢，她也都是很支持我们的曼黛玛莲，是哦，彩华姐消息很灵通哎，你都知呀，对，你都知，那你第一次来，你的心情如何？感受如何？看到这样的盛况？其实不要男生不要觉得说陪女生来逛那个买内衣啊，很怪，其实不会，反而是一种很贴心的，是加分。对，就像男生如果陪帮女生买那个卫生棉也是非常加分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抗拒说哦，我来到那个什么女性内衣部就觉得怪怪的，其实也不会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而且一起参与讨论，哦，我喜欢这种款式，多好啊！我喜欢你晚上脱掉的时候有点蕾丝，多好啊！而且情感会那个感情就是会升温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，我粉丝有没有去逛了？去逛了吗？那个是都买了是不是？哇！2大袋，你看，我就说没有2大袋，他们都不出来的。哇，真的是哦，一年份都买齐了这样。1年份买齐，而且其实里面也有男性的啦，所以真的是有男性的裤子啊，有男生的，有。那个 DM 待会发给我，买1送1呢。好，不过虽然呢已经是去年的事，但是呢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富凯本人，还是要跟你说声恭喜！谢谢。在去年度2021年以10歌张专辑拿下金曲台语最佳男演唱人奖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那个很兴奋的感觉，很祝福的感觉，真的是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拿奖这一件事情呢。就跟你逛内衣意思一样，怎么样？当你买到一件让你觉得穿起来很舒服的内衣，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今天来到这边之后呢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在金曲奖上面呢再次拿奖，或者是有在新的作品跟大家分享这样。太棒了，那一定要买红色的内裤。早说嘛，红色。对啊，因为我真的每一年的那个金曲奖都穿红内裤。一定要。好，所以很恭喜你，而且今天也会带来这个专辑当中的好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一大早呢，我也不想要唱太悲情的歌，想说唱一些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。快乐的歌。对啊，那我第一首先带来一首歌名好像就有点悲伤了，但是呢，曲风是非常轻快的。是的。叫做《汗泪跳恰恰》。汗泪跳恰恰，大家谢谢。跳恰恰。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看到我的粉丝非常的开心，谢谢。想抱你抱甲安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莫问敢是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份无怨叹。虽然今嘛土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无踏甲这呢乱，我嘛犹我唔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你牵，也知你的身边。无人知影，是甘了自泪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忙，轻轻松松。
人。全场来点尖叫声，我听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有现场很多我的彰化的粉丝哦。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莫问敢是有人，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分无怨叹。虽然今嘛土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犹我唔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你牵。会晓唱无？站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影，时间流珠泪跳恰恰。偏偏我是一个袂水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忙，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站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影，时间流珠泪跳恰恰。偏偏我是一个袂水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忙，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谢谢后面朋友，刚刚还有辣妹在跳舞，谢谢。谢谢我的粉丝们，谢谢啊！好，刚刚呢，我都没有听到你们唱哎，我起个音，你们唱看看哦。哎呦，花香个吹落去了。对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曼旦马莲。然后呢，如果呢，待会呢，你们真的。反正你都请假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请假来看我的吗？哎呀，我真是对不起那些老板。反正呢，都来了，就进去逛一下，然后呢，提个1、2件回家。新年也快到了，过年总是要换新的衣服跟内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瓦新，如果去打个麻将啊，或者是去买个大乐透啊，看能不能中个好彩头，好不好？对，记得买红色的，要不然买紫色的也可以啦，那个红到发紫，好不好？哈，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一样唱第2首歌，也是比较轻快的歌，也是在我10歌专辑里头的一首很可爱的歌，叫做《天公听公人》，会唱的也跟我一起唱，谢谢。天气好好哦。感情无必要加慢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无解一年就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。爱混乱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爱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，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。
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慢底嘛，应该清气啊，那做水做水人哦。来啊，待会最后一句你们一起唱啊，我听一下你们声。会当予我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心酸的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不该亲着永远。的离婚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的红，爱恨温暖的世间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让你们唱，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留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留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天公听讲人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太享受了，富凯欧巴。哎呦，你这首歌选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巴萨诺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次的场地就是打造成南法风格的橘子园。这么巧。对，哇所以我觉得太棒了刚在那边拍照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一定很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更有几个气氛。小女生，那是。是我们刚刚那个舞蹈的那个小妹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在那边呢，还在那边起舞这样子，想说是哇，这个感觉真好。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因为我们其实曼达马莲马登马朵的长青嘉年华，他们真的很有心，每一年都会打造不同的主题，让大家来拍照打卡。哇然后今年就是网红景点就对了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老板非常用心，董事长非常用心。对，所以欧巴今天穿那么帅，等一下也一定要去拍个照打个卡。还有橘子是不是？有啊，就那个橘子园呢。那个是可以现吃的吗？啊，不行，我下来啊。装置那个老艺术板好吗？下次拿真的好不好？直接种橘子这样子。好啦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欧巴穿那么帅，大家也很想要有机会可以上来跟我们富凯合照。但是呢，你看我们现场这么多热情的粉丝，毕竟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名额有限，我们要来用有奖问答的方式来挑选3位幸运儿。那奖品就是我。奖品就是你啊！奖品就是跟你合照。一大早的哦，希望大家对，奖品应该还算可以。很开心，我还请大家记得保持那个好不好距离，不要太热情了。好 ，OK， 所以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小聊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家应该都有仔细听，把我们刚刚的这个资讯呢记下来。是。所以那不然我先来问一题好了。我闻到一个味道好香好香。爆米花，你饿了对不对？有必哦。金曲歌王，你饿了吗？预定1盒。就在你旁边。哦，那胖。唱着唱着口水就流下来，这个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吗？还是？是不是？哇，免费的。很
很贴心。哇，对大手笔耶！等一下大手笔帮你准备一袋。没有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谢谢。 OK，那现在就是紧张的时刻了，在爆米香味当中哈，要来抢答喽。第一题很简单，是对，其实你只要来有做功课都知道，我们这次啊也是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大礼好礼要让大家带回家。是，请问消费满多少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抽奖券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第一个先给这个大哥。呵，因为他戴着顺泽宫的帽子。顺泽宫的帽子，你今天自己一个人来吗？你一个人来？你一定是为了我们欧巴来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为了刚刚那些漂亮的美眉们？是我吗？你不要这样子。哇，那你去买内裤吗？红色的。来，大哥，来帮我回答一下，请问消费满多少元就可以获得抽奖券？请说。 3500啊，3500，嘿，3500，谢谢大哥。来，我给他们。有，哇，有海报。那我们也要请大哥到舞台边做准备，因为等一下要上台来合照，对不对？谢谢哦。我俩带你去的，带你姐弟，那大哥我们请到这边，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海报呢，是我从公司已经生出来，就是剩这么多了。真的。这个是我那个金曲奖就是得奖那一张专辑的海报。可以拿给大家看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已经。 就是硕果仅存，就这几张，真的，然后要绝版了，对，就没了。哇，想不想要？哦，对，你知道，其实你今天应该要穿这一套来，这样就跟我有搭配到。对耶，下次我们先讲好了，哎。好啦。OK， 这个真的是硕果仅存，要绝版了。要是没了就。这10个张专辑，对不对？的海报。好，刚刚恭喜这位大哥，等一下还可以上来合照。那我们要再来问第2题哦。好，那第2题，我都还没问就举手了。OK， 请问一下，我们的1年1度的长庆嘉年华是哪2大品牌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小妹妹来。小妹妹，好啊，你要说。来，我是妈妈吗？曼黛、马莲、马朵。你有穿过他们家的吗？现在就是。现在就是吗？我们也不好意思叫人马上睡人家。不好意思，太尴尬了。对，妈妈很漂亮，来。哇，恭喜，先送海报。要叫我叔叔了，妈妈跟我差不多。谢谢。你要橡皮筋吗？把它卷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待会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到这个台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上来合照。好，那最后一题机会了，我就要交给我们傅凯来出题喽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啊。对，你可以出自己的专辑的啦，因为这边都是你的粉丝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来到这边呢，我们就问一下不一样的。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我每一年金曲奖我都穿什么颜色的内裤。很简单，太简单。我觉得我要选一个我的粉丝哎。我买过第1张专辑。你买过我第1张专辑，那后面都没有买吗？你不要挖洞给自己跳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大姐就你了，就是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红色，好红色。来这边，我们傅凯帮我们送礼。谢谢。哇，恭喜！那我们现在已经有3位幸运儿诞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请3位幸运儿上台来跟我们的傅凯欧巴合照。哇，大哥，你口罩要先拿下来吗？好不好？然后你要自拍哦。好。哇，真的很 fashion 哎，就是对我们大哥要自拍的感觉不一样。大哥，你刚刚都拍那些美眉，没有我。被看到了，好哇，很难得耶，可以这样。谢谢大哥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第2组就是可爱的小妹妹，还有漂亮的妈妈。也是穿我们曼丹吗？今天还有带这个哇，漂亮，你好可爱哟。我们要近一点吗？把板子让它亮是不是？我故意的啦。好，好漂亮哦。对呀，我们一起看前面紫色的相机哦。1、2、3，哇，太难得了。你会唱我的歌吗？上帝，我说
好行，谢谢你。好厉害耶！掌声鼓励，妹妹你怎么那么棒？哇，他不是只会唱什么巧虎什么歌哎，他唱你的歌。这么小就听我的歌，你有没有感动？很感动啊！太感动了，所以你真的是老少通吃。谢谢。好了，阿姨，姐姐，叫姐姐啊！姐姐，今天现场都是姐姐妹妹。对，姐姐妹妹，我来。我们今天你看，你要泡中岛，你就要唱哎。我唱一句就好。离开，哎，等下来。表哎，太开心了吧！哇，整个心慌都放。我们再看一下，1、2、3，耶！谢谢。我们这位是红的发紫的姐姐哈。对啊。哦，果然。如果哈今天那个没有空时间的话，他应该会跟我讲3天3夜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什么之前活动怎么样，太有趣了。对，那除了我们刚刚的3位幸运儿之外啊，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2组超级 VIP， 是从头到尾有没有？他们真的是很享受的在听你唱歌，有像评审老师的感觉。请问你姓什么名字？你姓？陈娘娘你好。陈娘娘。他们是之前在1个月之前早就在我们的粉丝团参加抽奖。听说那个很多人，我们的小编好像被那个私讯，对不对？哇，谢谢大家这么踊跃，真的。所以真的他们也非常的幸运，然后今天有机会可以成我们的 VIP， 然后跟福凯合照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请 VIP 上台？哎，怎么样才会成为 VIP 啊？他们在这个粉丝团呢有参加抽奖活动，是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在1个月之前就办了这个活动 ，OK， 对，那很多人参加，我们是不是要请 VIP 来台上啊？一组一组哦，我们先请第一组，刚刚说这个陈娘娘，陈贵妃，贵妃，她看起来比较雍容华贵。对，然后贵妃啊，还有她的伙伴，然后一起，好，我们的姐姐们，请来到台上哦，来，谢谢，然后有准备礼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也请我们福凯帮我们送。来，我们来中间。对，这个专辑呢，目前市面上也剩不多了。要绝版了。对，来，真的吗？是。来，我们先收礼哦，哈，等我们口罩拿下来。哎，手机啊，你对，手机啊，你对。我帮你开。啊，你们先那个送礼物哦。手机啊，手机啊，该互人啊，给互人给。我们先送礼物，哇，太棒了！我徛中好不？还有海报，那个海报，哈，这拢无啊，哈，对，都绝版了。我都可以登去大本所。对，拢讲的。赞。那我们一起看前面哦，赞！来，福凯赞，谢谢。感恩。啊，再一张，搁一张。好，再一张哦。1、2、3，赞！要多多支持我们福凯的专辑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请回座休息。好可爱。然后我们的第2组 VIP， 我今天有特别打扮，那么漂亮，那我们也请来到台上哦。哦，这是我的粉丝哎。真的。对，这是我粉丝。其实他们的可以这样被抽中非常不容易，因为真的参加的人非常的多啊，真的是对，所以今天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机会。好，一样，我这边呢邀请我们福凯帮我们送专辑，请上台。哇，来，一张先给你，谢谢。以及海报要绝版的，也是这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哦。那我们也一起看一下好不好？来。福凯顺不顺？来口罩，口罩，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口罩一定要拿下来，能不能？大姐好激动，口罩要拿下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面哦，1、2、3，耶！好，再一张哦，还有哦，再一次哦，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前面。1、2、3。哇，非常幸福的感觉。看到我们大家有灿烂的笑容，然后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好，然后再一张哦。哇，我们福凯
帅！曼德马莲马德马朵赞，这是我们的长庆嘉年华，很难得邀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是，其实很好玩啊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连办3天，对，所以周末都可以来玩。哦，OK， 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。真的，如果住彰化朋友去雅家去好不好？彰化在地的朋友，彰化在地的朋友，哇，都有嘛，对啊。如果说这2天，因为呢，明后天也是假日了嘛，对，6日，希望大家呢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长庆呢，然后呢，不仅说要买内衣啦，可以来这边走走，你看今天空气有多好，对，然后天气又好，对啊，拍照，对，就把这边当做一个很漂亮的完美景点。对，但是只有今天才能看到许富凯，才能够听到你美妙的歌声。不要紧，你搞下来内衣请你先哭挥，就代表我在守护。哇，他会讲话吧，欧巴？好啦，所以呢，相信真的有好多朋友都是特地为了你而来。谢谢。那我们呢，再继续把时间交给富凯，再唱一首好歌来跟大家分享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接下来唱一首。要拍照对不对？哦，有一个大合照的时间，对。我们聚集挤一点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可以这个往中间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让刚刚没有办法上台的朋友又有机会跟富凯有一张合照。好，来，我们富凯中间请，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其实口罩可以先拿上来啦，因为现在户外是可以不要戴口罩的。然后大家的胆子集中一点哦，好，集中一点。不要趁机抹屁股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爱许富凯？爱不爱？帅不帅？哇，你们太棒了！谢谢。再一张哦，好来，我们曼代马莲赞不赞？马代马朵赞不赞？耶！长庆嘉年华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差点忘记大合照的事情，然后被没事，大家今天都很开心，有很开心。是，那接下来我来唱一首，天气这么好，对，天气这么好。因为呢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相信要跟大家碰面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现在呢我们疫情比较趋缓了，现在可以大家聚在一起不管是说来我们的场庆，或是来听我唱歌，这个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对，那我希望借由这一首歌呢，把这些不好的病毒啦，或是不好的事情呢，我们就随风这个风筝带走，叫做放风吹。放风吹，谢谢。好，一起掌声欢迎许富凯。谢谢。再给我们的漂亮主持人掌声加尖叫声，他很辛苦。还有所有我们那个曼代马莲同仁，来掌声加尖叫声给他们一下。感情亲像风吹的飞，飞远无在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风，风吹人甲等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。旧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人情一杯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已经飞，天边海角无在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在这边呢，祝福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明年呢兔年行大运，然后呢扬眉吐气，然后呢祝大家赚大钱，记得买红色内衣，让他今天就缺货，谢谢。
感情亲像风吹的花，月光无的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真情的伊才已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打等无辜，我的心可比风吹还艰苦。风吹风吹飞，行你袂走，无人来陪。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已经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已经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所有生活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曼娜、马莲、好的马虎，谢谢，行走的 C， 谢谢，拜拜。再次谢谢我们沈富凯。哇，明年呢也会有一场很特别的演唱会，在高雄卫武营，所以呢，我们也祝福我们富凯的演唱会高朋满座。那当然也要。